你有咩問題啊？張教授你好，我對名字咧好感興趣嘅，究竟古人係點樣改名嘅呢？古人改名嘅方法好多，比較常用嘅方法有幾種，其中之一就係以物取名啦。乜嘢係以物取名啊？就係以事物嚟到命名咯，就好似玉字，無論古今都廣受歡迎噶。古人以玉作為名字，係唔係因為玉石貴重呢？又有啲乜嘢著名嘅歷史人物係以玉嚟做名嘅呢？除咗貴重之外，玉亦都象徵咗君子，具備咗仁、義、智、勇、傑五種美德。好似三國時候嘅周瑜，名字中嘅瑜字指嘅就係美玉啦。而小說《紅樓夢》嘅主角就係叫做賈寶玉，以物取名較為軟弱含蓄，合乎傳統文化嘅精神。不過古人亦都會以直接同埋明顯嘅方式嚟到改名嘅。古人重視道德，時時直接以德目嚟到改名，好似忠、信、孝、義等字，大家一睇就知道啦，唔使推敲背後嘅含義。就好似明朝嘅思想家王守仁，明末嘅錢謙益，就係以名嚟到表德嘅好例子啦。張教授，一個人要做到名實相符，真係唔容易。如果佢個人嘅操守有虧，個名呢就反而成為咗諷刺啦。好似琴日我睇嘅電視劇裏面有一個太監，佢叫做魏忠賢。雖然佢個名叫做忠賢，但係就係一個殘害忠良、不忠不義嘅大奸臣啊。黃女士，你講得啱，知易行難啊嘛。但係以德行嚟到命名，總有一啲可以提醒我哋嘅作用噶。教授，剛才你講嘅古人錢謙益，謙益呢兩個字係唔係出自滿招損，謙受益呢句說話嘅呢？啱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出自尚書。讀書人唔單止寫文章要引經據典，改名都係。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，名字就係出自易經嘅一句話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經典好多都蘊含咗人生嘅哲理，用嚟改名可以表達較深刻嘅道理。其實好多古人嘅名字都源自四書或者五經噶。古人就係中意拋書包嘅。不過要拋得好啊，一啲都唔易噶，要有學問、有見識先得。就好似如果要張教授用典故嚟到改名，當然唔會係咩難事啦。但係對於我哋呢啲一般市民就唔容易啦。張教授有冇一啲較為簡單嘅改名嘅方法呢？古時候亦都有人以嬰兒出生時候啱啱發生嘅事情嚟到改名。岳飛就係比較著名嘅例子啦。相傳岳飛出生嘅時候剛好有大鵬鳥飛過，於是咪以是嚟到命名咯，所以佢名飛，字鵬舉。咁樣改名係幾方便喎。我有唔少嘅朋友咧話改名要配合五行㗎，呢個又係咩方法呢？配合五行嚟到改名，確實係近年好流行嘅方法。簡單嚟到講，呢種方法就係依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嘅道理嚟到改名，用嚟祝福子女一生順利。張教授，古人改名嘅方法咁多，你認為邊一種最好啊？其實只要廚師肯花心思，就能夠化腐朽為神奇，煮出美食啦。同樣改名嘅方法亦都冇高下之別，但係就殊途而同歸。只要能夠表達父母嘅期望同埋祝福，咁就係一個好名啦。教授真係多謝你嘅分享。係黃女士，唔使客氣。教授啊，跟住落嚟嘅聽眾係李小姐。李小姐你好。教授，兩位主持人，你哋好。恕我直言啦，你哋嘅睇法只係從父母嘅角度考慮，都冇考慮到子女個人嘅意願。李小姐，你有咩睇法呢？教授，子女長大之後，如果想為自己改名，係咪唔應該呀？李小姐，我就唔敢改啦。我一改啊，唔單止爸爸唔高興啊，細佬妹都唔會放過我啫。我就唔同意啦。好似婚姻咁，如果父母幫我指腹為婚，揾個好女婿，但係我長大之後，點解唔可以自由戀愛，為自己揾個如意郎君啊？李小姐啊，根據香城嘅法例，只要年滿18歲，你就可以為自己改名噶咯噃。但係當我話俾爸爸聽，我打算改名之後，佢就悶悶不樂，唔多同我講嘢。我唔知道爸爸點解會咁樣樣。
名又唔係佢嘅，改咗都唔會影響佢嘅生活㗎。啊，李小姐啊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唔想提啦。教授話唔中意自己個名，改一個自己中意嘅，唔係人之常情咩？但係你有冇同爸爸講過你嘅感受啊？我哋嘅價值觀都唔同，講咗等於冇講。李小姐啊，你有冇聽過《論語》以愛其羊，我愛其禮呢句話呢？冇聽過。教授啊，我都冇聽過。喺春秋嘅時候，按禮諸侯必須喺每一個月嘅初一嗰一日，將一隻羊送到太廟做祭品，祭祀祖先。到咗孔子嘅時候，呢個祭禮已經荒廢咗，但係負責嘅官員仍然依照舊禮送一隻羊去到太廟。孔子嘅弟子子貢覺得過於浪費啦，認為不必送羊。但係孔子怕人哋會因此就忘記咗禮，認為唔可以唔送羊，於是就同子貢講：你愛惜嘅係羊，我愛惜嘅係禮。教授啊，既然祭禮已經荒廢，留低嗰隻羊唔係更符合經濟效益咩？我諗孔子重視嘅係背後嘅心意。不如咁樣講啊，李小姐。你有冇一啲生活習慣係同爸爸係好唔同嘅呢？等我諗下先。我中意飲紅茶，爸爸中意飲鐵觀音。你哋一齊屋企嘅時候，咁會飲咩茶啊？我多數會同佢一齊飲鐵觀音，有時候佢都會遷就我飲紅茶嘅。哦，咁樣你哋父女都好在意對方嘅感受噃，會互相遷就，啱唔啱啊？教授，你係咪希望我唔好改名，顧念我爸爸嘅感受啊？但係飲茶呢啲係小事，遷就一下無傷大雅，總唔能夠樣樣事都遷就，咁樣唔合理㗎喎。雖然係事有大小，但係背後嘅道理亦都係一樣。如果你揾到心儀嘅對象，你會唔會就咁同佢遠走高飛，唔同爸爸解釋清楚呢？但係如果爸爸都係唔理解，仍然唔接受呢？重要嘅係你已經盡咗本分，有時候就算結果未如人意，亦都係無可奈何噶嘛。教授，多謝你嘅分析同埋提點，我會再思考一下，諗辦法解決問題噶啦。李小姐唔使客氣。呢一節嘅時間又到啦，有聽眾打電話嚟問西方人改名嘅方法，下一節教授就會為大家講解。而家請用6分鐘整理答案，請唔好放低聽筒。當時間屆滿，我哋係會有提示㗎。